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清官的概念？是的，清官的概念只存在于东方，在西方世界里翻遍他们的文学作品，也找不到对清官的歌颂。在英语中也没有清官这个单词，因为在西方人的认知里，人民是纳税人，人民养活了政府，这两者是属于雇佣关系。人民雇佣了你，赋予了你权利，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自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假设把国家比作成一家公司，人民是股东， CEO 是官，如果官员伸手去拿合同以外的任何东西，那都是犯罪。所以清官在西方人看来是必须的，清官只是及格线而已，如果没及格就不配做官。另外，清官也不值得赞美和歌颂。假设你花钱请了一位保姆，签订了合同，让他负责你家里的卫生，他不私自偷拿你的私人物品，不抢占你的财产，这本身就是工作的基本要求。所以你不会因为他尽心尽责了，没有犯错而赞美他，这是他应尽的义务。但在东方人的观念里，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，大部分人都觉得官高人一等，